观众朋友，今日各位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係阿明哥劉浩面。观众朋友，唔知個唔知喺咧睇高樓大廈嘅都市鎮呢，還是什麼水秀嘅狀度嘅地方？唔管喺咧睇哪，嗰種唔喺咧附近留有一啲樹拿啦，無論一片草地嘅話，也係一個幸福嘅事情。喺屏東有三個好朋友，而為到實現自家嘅夢想啦，嗬，而花10年嘅時間喺我哋屏東聯絡。都打造一啲我哋嘅生態園區，一生態園區地方有樹拿嘅，有濕地，有果園，有菜園。睇下喺生態園區地方，我哋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無窮嘅變化。最重要嘅，我可以聽到近間我哋貴少聽到嘅蟲嘅叫啦，無論我哋咧蛤蟆嘅叫。我哋今日可以用喺唱到我哋三個附近嘅地方一啲。一名嘅呢，同我哋最近會談到嘅綜藝天王嘅名嘅腔樣，用到吳宗憲嚟到現場，我哋馬上歡迎吳宗憲嚟到現場。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林樂幼兒嘅吳宗憲。宗憲，我請問一下，其實你哋幼兒更加已經喺我哋屏東夠有名啦，但是我哋提供起幼兒嘅前身。好吧，有一點我哋嗰個生態園區吼，佢當初係咩樣嘅機緣地帶行會開始做入個生態園區嘅？也對2001年開始講啦，其實我哋讀碩士論文，喺寫碩士論文嘅時間啦，因為我看我學嘅東西嘅背景吼，啲園藝吼，個會如景觀，個會條白玉做過攝影師吼。也就如結合了講生態方面、個美學部分、個安尼自然景觀的部分。如想其實寫乜個東西，可是如其實如結合一條外部嘅東西，如寫一啲同棲地營造有關係嘅論文啦。因為安尼寫係以後我個地方有啲實證嘅議題嘛，安尼親戚安尼標語如講，假如寫出來的。咁唔當來做困難嘅，一路出了一塊地盤嚟實現我哋想法。如對個開始，如我哋做出嚟嘅啲條白龍天星生態教育園嘛，嗰度開始我哋做過程，如果度同學開始參與，拍嚟嗰度發通，後來發現有事情嗰種會變得產業，因為我哋做農嘅面臨的問題。畢業以後，就差唔多去農藥行，喺無論去公家機關，喺無論去種樹嘅嗰度行，因為一出路冇配方向啊，你其實有啲重要事情。後來因為講生態產業可能可以做一些乜嘅東西，嗰時路開始我哋後背去做10年來行嘅路安尼。嗰個從頭講，一開始嘅時間，你睇啲天時嘅生態園區，其實對我哋南部來講嘛，係啲應該講貴重要嘅一啲園區，因為我哋實在冇看過有安尼一啲園區來經營，冇呢批嘅時間，我發現到奇怪，安尼會賺錢下，都係可以做下一下。還有，我相信觀眾朋友頭都有聽到人講嘅棲地營造，那棲地嘅營造，你係咪同國家人同人講啊？馬上到棲地嘅營造，而且你頭都講，你以前係樣式。一團即係本地喺樣式嘅背景有關係嚇。其實安尼，如一般安尼看咧生態啊，如安尼甲佢怎樣講啊？如風安尼啦，如安尼像安樣講，如長，你蠻好看咯。而喺做演員，如做嗰講座嗰樣發言，甲一兩種東西，難道唔可以講？有講又有生態作用，對個環境又好。如果用我哋角度，如果比他人看的是，又可以接受，又對生態對環境有幫忙。嗰種我哋如行安尼方向嚟行。簡單的意思，你講，佢種我哋用一種生態嘅一種概念，但是用美學嘅角度、美學嘅角度、美學嘅角度去做一件事情，你變成講。我哋做嘅東西地方唔好講因為專門注重到生態，嗰時都變成嗰種太自然樣嘅啦，我記得。但是係由美學角度來去決定講，也俾生態園區本嘢接受到佢嗰個係咩嘅意思？嗰種喺倫敦都發現到講，其實做生態嘛係一定可以穿來，我哋講穿來屬自家嘅一啲行業嘅啦。然後你都幾時間你平日嘅上面。
附近人讲其他三个朋友，这是迄以前摕学生的时间拢认识的哈，还是讲伊比生态养气认识的呢？其实论爱写论文时间吼，因为为了天数，其实有啲係同學啦，有啲係來加入來啲學題啦，人類都睇學教都有接觸嘅，來北山嘅呀，改好太自然嘅，嗰時都從下嚟做下事情。咁像唔等碩士論文，好比如說碩士論文作為啲填寫嘅生態養氣嘛，咁對你陸看人嚟講，因為做話其實幾陣咪幾風光啊，因為真係幾種人氣。咁一下子3分班，佢佢馬上變2公頃，人家你哋能夠有人生態養氣嘅話，你哋家庭，你哋爸爸媽媽有同意哈？其實我哋嗰時嚟做填寫嘅時間，他緊要唔定係啲明白嘅啦。因為按你講啦，如果嗰度歸來上海嘅如攞要求學過來啊吼，伊天有新嘅概念，比方睇上海嘅時間，他緊要唔知係做乜嘅，尤其是個中批啊，中批一天唔知嘅，嗰時一天都反對啊，嘛有啲都按你利用土地嘅方式啦，無人看實，嘛有如係。都帶有我有嘛個經濟都係賺錢，我賺錢唔賺錢唔啲，其實戀愛嘅嘛唔啲啦，老實講，嗰時候一定唔會反對嘅，迄個人用嘅處理，好簡單啊，你囤你卡煮，主要你用煮嘅，太認啥都唔會講法嘅呀，我做本看嘛，慢慢做，其實太認啥嘛我來關心，唔有嗰塊。提供也都帶很用，因為對我哋嚟講嘛係一種實驗嘛。做更多嘅媒體佢是嚟播嘅時間，然後提供人類也對社會係有作用嘅，那慢慢嚟改變我哋想法。嗰時對我哋講，我哋而家嗰種年輕人要過去上海，我哋家政府嘛會鼓勵一件事情，但是對而家嘅情形來看嘅話，都變成講，其實愛交通嘅唔單止係觀念嘅問題，因為其實以前嘅經濟嘅觀念，你因為講一塊地唔係種無嘅，你種檳榔，你種橙嘅，你種嘅東西還有哪去買，也都歸以前歸傳統嘅一種經濟嘅形態。但是而家嘅一種形態已經算是觀光錢。觀光產業嘛，因為你係數門票嘛，然後佢一擺一啲唔同揚州一啲嘅我哋講養氣地方，唔可以感受到乜嘅，唔可以有乜嘅附加產品嘅東西。呢種經濟形態已經唔係我哋咧睇現啥，已經可以想象嘅東西。嗰所唔單止講我哋咧生態觀念體能交通以外，其實經濟嘅觀念嘛體能交通。其實伊也用安尼來發展經濟嘅話，太傳人困難啦，我哋都在試嘛，看前面都有啲商業模式比如講，我哋做一下事情對環境係好嘅，係有一啲商業模式來支持嘅話，咁一旦有可能建做下去。咁問題我哋更加都直接講，咁人更加要潛到一啲經濟可以俾我哋去做行業，雖然你已經行了10多年，但是我哋都嘛提講，其實係以你本帶埋另外一個設計公司，設計公司來賺錢，來支持下養氣。咁按呢一種方法，其實唔係平常人可以做到啊，咁樣咯。其實我哋而家做到更加差唔多，本身農場可以自家可以收入可以支持商業啦。我講邊咧主業來做實在還有些困難啦。但是我唔怕我哋先把我哋嘅話題，我哋先綁到最前面去佢說其實對天性生態養氣佢是愛去做下2公頃嘅體內嘅時間。你對這狀態，你幾時嘅想法已經有藍圖嘅咩？還是講看到體內人提講重要嘅東西？因為人家我哋提講，人家有人是某個地方某個東西你有實體啊，有書拿，還有嗰種書屋嘅等下人來講。咁當初看到2公頃嘅體內嘅時間。你這個係已經有想法，有想法，還是講我做到那種都那樣嘅？我其實我感謝我表哥啦。其實如果前面的學習過程，如等於講一啲小模型用嘅馬個路切下來嘛，馬個路做過嘅，嗰時唔變動態嘅時間，其實嘅基本嘅個架構唔會差過多。依個想法咯，其實
也延续前面的想法，好把它变态。啊，俺哋嘛会去想讲，比如讲，俺哋主要係生态的想法嘛。嗰時生態用，如果有乜東西用乜東西吧。嗰時俺哋會利用講其他俺哋原本嗰啲不都有給料啊，都有一些叫做特別工具師啊，都利用俺哋18體擴大，等於嘅用的時間可以用嘅態勢如好嘅，個應用嘅改比嘅通風採光變好。它有利用原來嘅東西啦。我印象最深嘅都講，嗰陣你講做生態冇鋪水泥啦，叫做安尼問題。安尼問題安尼嘛講嘅嗰度擺了，討論一下事情，到底錯還是唔錯？後來安尼全部一啲平衡點都講，行動不方便咧，迄冇推個嬰兒車有需要嘛，安尼人實在有需要嘛。加有需要之下，安尼前面的最社會最小的使用量啦。比如講要烏頭一鋪粉末來，寬度100拉白人用誒，你做100安尼發圖。也廣場係需要用發圖而兩公尺，都用兩公尺。如安尼盡量縮小人的需要方面拉白用如何？用安尼角度，安尼蠻可以，你兩片生態對人的使用有啲平衡點。故事等於講，也為有人當初在設計的時，其實嘛冇一天，應該講冇點樣的挑戰，你自己本身的一啲生態觀念同真實也生態的東西，用到我哋日常嘅生活的時間，其實中間一定有一啲講妥協啦，冇嗰個營養鋪啦，冇嗰啲東西，佢咪講可以做到那一片都好，但是還是維持一啲生態一啲觀念冇啲想法，其實等於講在設計過程地方，你開始在挑戰人哋，有啲人講生態一啲歸夢想嘅東西啊，有啲講遇到生態其實冇辦法遇到成績啊，嗰種裏邊就喺咩睇下過程地方，冇停喺度挑戰自己嘅想法嘛。其實都經喺度挑戰，因為我哋其實在前面屯吃下用嘅窮卡一起在一起安尼生活。也當係重要啊！嘛冇講顧生態冇顧到人，顧到人又冇顧到生態，其實應該前面多啦。因為講前面多，也中間咧一個平衡點。對於啲實踐這個嘅碩士論文，都最尾作為啲有限嘅生態園區，喺中間其實有幾多事情。休息一下等下我哋埋幾多有限生態園區嘅故事哦。歡迎各位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吳宗憲同能夠應用嘅實踐，也為碩士論文變到更加為一個有限嘅生態園區。我想問一下宗憲而家有限嘅生態園區其實EPS我感覺到講同一般嘅唔關，又唔像森林園區我哋森林園區又唔像以前一般嘅花園，伊比花園又個自然一些。像當初喺規劃也為2公頃嘅一個生態園區嘅時間。有用嘅安排，基本上因為係看人類有嘅東西嚟做安排啦。人類用看人類有人嘅話，啲前面都係不係安尼啦。而個土質啦，前面嗰個河，係不會沙啲，前面有個給料，特別給料，加個太通嘅建築物，嗰時。你想講，剛安尼分如講，前面係特別生發的地方，以安尼角度，來看中間，如他們生產的地方，過路係不安尼，個想做嘅生態部分，它有安尼本啦，嗰時我睇安尼之下，如講係赤部嘅批赤部的地方，如果喺前面睇批嘅時，如果注意講，用嘅高人啲。赤物用嘅來嘅，個中間人用嘅用赤物，如中嘛高尾嘛，嗰度用，嗰度後背如用富裕嘅角度，生態富裕，嗰時人哋如果有螢火蟲富裕啊、蝴蝶富裕安尼，如差唔多睇後背中間嘅理講安尼。
它有遐样构成啊。过去在10年前，这规划时阵有想到讲，其实已经啊想要做生态教育啦，无论我哋咧户外的教育，咁你哋设计时有遇到安的东西去设计吗？有，我哋头摆去做的时间吼，如有把，因为我哋因为吼，伊啲环境好好，它有如伊啲环境本身可以做好来嘛。过如迄教育嘅部分，因为也个旧，也一行，啊，迄个如维护同安尼栖地复育嘅部分，吼，嗰时候我哋其实有用一批，啊，嗰时候地波嗰度设计吼，嘛有，比如我哋另外伙伴迄也专从嗰环境教育、生态教育吼，嗰用嘅结合我哋會討論，我用嘅做出來，喺邊呢？我用，吼，我帶人哋發通我個後代，係，一條其實我哋做嘢時節如藍圖如體育嘅藍圖如有嘅。一塊一塊慢慢地做。嗰個時間，頭先講前面如果我哋而家生態地方會讀到東西嘛，天氣都生產，好天最尾都生態。咁當初的睇設計嘅時間，都有把可能都是教育嘅時間，先用嚟行，用嚟去參觀，用嚟去行到那嘅時間，看到某個東西，嗰時嘅時間都已經有想好嘅。那衝動嘅，你衝我哋一般人嚟講嘅話，我哋可能都唔知要種某個東西。咁對人嚟講嘅話，某個東西係台灣延伸中，無論講某個東西係人因為講一般生態地方讀到嘅東西，睇下人氣地方，種某個東西，人馬會想到係咪？係，我哋體育嘅現一條東西啊，吼，原本我哋做田心嘅時節，會用佢強調嘅台灣嘅原生植物啦。迄個我哋講冇強調，是講，我哋發現我本人了解嘅生態，睇到我本人感到個奇妙。按以下本人即按個，如果分講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以下即按難嘅，可能人哋強有無乜嘅法嘅地方，我本人低，伊可能冇辦法接受。嗰時候我哋如果分區啊，好也去我哋做講，好先本人佢喜歡大自然，個人教育，個我哋我哋最面嘅目標係生態嘅部分。荒野嘅部分，但是其他行到也唔全都嘅，慢慢地來，係。咁好，但如果也喺做嘅時間，你發現到其實冇唔錯啦，我哋當初去生態教育地方，佢從如果我哋一某個台灣嘅延伸種啦，某個東西，那對一般唔係學植物的人嚟講，無論講真係唔係專家人嚟講，對我哋嚟講真係全部都長嘅書嘅啦，我哋咧啲也某個台灣延伸種，我哋啲講幾正規，但是嗰種係規日就安尼嘅話，規日就看到安尼東西嘅話，變成一般人佢唔單止講對他人嚟講，對成人嚟講亦冇佢無聊嘅地方。但是你想到一件事情，都等於講，我係咪用一啲個神奇嘅東西，個講嘅東西，把個角度從頭都講嘅，依佢是你對美學嘅角度嚟做生態嘅教育嘅時間。當嗰種人嚟講，呀地方至少都希望嚟佢講，嗰度佢特別，佢可能唔係完全喺台灣嘅延伸中，亦可能係外來嘅東西，但是至少會慢慢地變去接近我哋嘅大自然。當初嘅想法如何用安尼種，咁問題安尼想法係一開始你嘅碩士班嘅時間都底下，還是講你真實在開始做一件事情，你發現講現實同夢想其實要有一啲協調嘅地方。係啦，好兩人啲嘅啦，見做見調啊。咁按你做時，你感覺到很好用咯？你強用嘅意思講，將白化了啦，把生態就講緊個拍嘅安尼吼。講過拍嘅時。嗰時我哋睇做生態教育嘅時節，強用頭擺，因為讀書人嘛，基本人知識啊，基本變得個嚴肅，很嚴肅，嗰時接觸都冇安好，嘛冇奇妙，見間人哋如係咧先嚟教水，先脫海行，第一過程裡邊能比一些生態觀念，觀念嘛冇一天我記嘅名嘅，本意啲大自然嘅結構、生態結構唔啲嘅，喺邊有興趣如繼續深入下去嘛，不然。你從頭到尾哋咧總係講到一句話講，先脫海。本海人嘅來，其實觀眾朋友，即個唔知嗰舊泡冇人過來吼，但是聽下也生態人嘅地方，伊唔單止當然認識講，我哋咧人可以安講，其實伊最希望講，唔可以用腳去人也要來，
种我提讲几多生意的去，才是搞哪的时间，还没过夹。嘿，错。你妈妈就讲每年来。其实我影响过程吼，有来发通的啊，尤其是都市人，唔敢脱鞋呢。有人讲唔敢脱鞋啊，係啊，因為唔敢一年來啊，叫奶行嗰度微生物啊，會有小蟲啊。咁唔用一天人講咩樣嘅情形？唔係要慢慢的引導，因為吼，更加過普遍的，伊唔敢脱鞋遐呢，伊脱鞋，如果叫子連人都唔敢來，係過奇怪吼。也唔啥路人同大自然有脫節的關係嘛，吼。甚至講像自閉症的，人講自閉症，安尼嘛有接過自閉症的團體啊，來到呀，那可能是因為自閉症，總可以如果用上用的安尼行的。嗰所以其實係人同太自然的嘅脱格體規劃，嗰所以我哋嘛喺度睇上，都當然係既然係做乜嘅事情，如果睇接人同太自然也企位一啲接過來，我哋頭擺，因為我哋專長嘅關係，嗰所以做環境嘛，做環境嘅富裕啊，伊哋做生態教育嘛，如也用一兩個方式，我哋目前都用一兩個方式。感覺到而家都變成這個前度這個的比較嚟講，以前我哋譬如講我哋有讀過一些書嘅嘢，如因為講我哋喺線上，如一啲單方面見講，結果發現講，原來我哋嘅角色其實係唔係得講話嘅人，其實我哋係把太自然同人權轉移幫一落，好轉移都講，我哋發講啦，好講不能談，聽你講。幫個群來的人，尤其係你這個有啲基地提做一件事情的時間，咁種家嚟做到更加，你種同一個講，其實你有幾多個人嘛，建做是建到一邊，但是你而家有當時有三位附近人哦，那附近人應該三位附近人的轉送都冇同樣，咁你當初也10公人來，你一路行也睇也風箏慢嘢來嘅天，啊中間讀到潮濕的時間，我用嚟協調。應該安尼講啦，因為我哋專長嘛係無共用，嗰時候各司其職啊。比如講，我係負責環境、養草啊，還有維護管理啊，像我哋另外啲夥伴俊豪一路生態教育、環境教育嘅部分，如也啊，嗰個嘅另外啲人民一路負責環境富裕、螢火蟲富裕安尼，安尼各司其職以後呢，主要有啲問題係。偏向哪一片呢？如以負責，以家庭，我哋都有一些合意制啦。按古也歌場嘛，係安尼啊，一天會有潮濕嘛，我哋會安尼接力賽，今年可能唔做頭，以唔講嘅為主，我哋做唔想嘅做嘅事情，反正天來安排嘛，也快唔做，也快嚟做，安尼。如果安尼用輪流接班嘅方式，按過去我哋三面人向佢行安久，會安尼。對，如果每一年可能這個有的這個主題啦，其實你上面一點，如果你這個附近如太繁密嘅嗰種維修啦，嗰種附近的嗰種景觀的嗰種設計啦，嗰種，但是教育嘅部分、撫育嘅部分，其實都還是其他兩個附近嘅嚟做，或者你變成今年的主題係乜個東西？嗰種主題係撫育，網絡主題係教育嘅話，今年路線都這種嘢行，或者按你10公年來嘅話，其實。那三文魚雖然講冇共用嘅一種專項，但是也專項其實係互相配合嘅。你更加要接最多係乜個案例啊？我哋引起更加主要會接一些簡單的設計嘅案例啦，景觀嘅案例，啊個環境教育嘅案例，最多可以加個推行一個好嘅環境教育。都睇下你人去做環境教育。咁從一般嘅環境教育嘅案例嚟講話，大部分都同學校啦，冇到一般嘅社團嘛。咁一定來係樣，係1年2年，還是講一啲下晝安尼啲可能講課程，係係唔能設計好嘅，還是你哋嘅安排？我哋基本上我1年半年1小時2小時都可以。我哋會提供一啲我哋想法，過當團我來人討論，可以增減嘛，冇共用，我也冇共用安尼。嗰時變成個生態教育對你哋來講嘅話，變成一啲產品咧，一啲我哋講套裝商品，亦係套裝嘅服務，然後你可以去選擇自家時間來參加你哋生態教育嘅東西。
对啊，甲安尼果场应该嘛系10公人，慢慢嚟想出来伊啲，能讲，能好讲服务嘅产品啦，好服务嘅产品。嗰個生態教育唔單止係一個嚴肅嘅教育，可能喺未來會變可以賺錢學自己嘅教育哦。休息一下，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咧來賓中間，我能講伊哋優雅、很容易設計、很容易規劃嘅。今日想問一下講，唔這個行嘅10公人地位吼，將唔哋頭要講到唔哋咧生態教育變成一個課程啦，吼，變成我哋講服務嘅產品。咁除咗要俾我哋課程以外，你其他優雅以外要推廣嘅東西。我哋一開始啊，吼，喺做優雅時間啊，如3個面向嘛，如生態吼。嗰個生產同生產嘛，我哋其實如先講生態最久嘅時間，嗰時我哋先做，嗰時做緊差唔多生態嘅部分完成嘅，好，我哋嘅過程嘅一個環境有改完整嘅嘛，有嗰度動植物啊入來嘛，吼，嗰時我哋更加如開始睇做生產嘅部分，生產我哋要觀念嘛，慢慢嚟變嘅，特別。生產如來田嘛，來如一行一行種，種菜園，種菜園用嘅。嗰陣係更加用一種概念，如講食物森林嘅概念。如果從森林安尼多層次嘅種，每一種東西都可以生，高嘅中間嘅個大嘅，有菜果樹嗰度，用嗰個自然生態嘅方式去批植，安尼發。動植物嘛可以顧會動，安尼生產嘛可以有，嗰陣慢慢的安尼如果有一些生產嘅產品，唔因為安尼多樣安尼來種嘅產量啊，一定冇嗰種經濟栽培產量安排，嗰陣安尼更加如用安尼有嘅東西去做體驗式嘅嗰種教學啊，喺某路體驗式嘅活動。安尼嘛，係帶到講嘅海白熊嘅推嘅路，綠色生活還是講自然嘅生產，好，利用安尼有嘅植物，好囤，安尼用嘅嗰種頭擺，好自然嘅生產。中途都如果講到一個食物嘅發芽，無論食物嘅成林哈，也很容易一種想法咯。因為我哋以前就個人嘅話，菜人嘅話都全部一起嘅，全部係菜種菜啊，種白菜啊，種風菜啊。咁從咱嚟講，唔單止講食物嘅發芽嚟講嘅話，一般也用嚟批次啊嘅一種發芽嘅一種設施咯。主要好咯，我想話嚟譬如講，伊啲路東西我搞個多樣，一些，我個多樣，多樣有乜嘅好處？對於吃養有好處嘛？嘛有啲都病蟲害防治個有好處。如果唔是都是可用到藥嘅，其實我哋種嘛冇用到藥嘅，用嗰種人工嘅自然式嘅栽培，伊安尼改本嘅土壤搞個好，本嘅環境搞個好，你吃養路上個好。嗰種同佢講係一層一層嘅意思講，而係有啲果土。嗰種一般人講，譬如講，今年有啲細發芽啊，這種嘅方法就做一啲我哋咧食物發芽嘅話，一開始要先做乜嘢？先做主要路唔可變一個立體嘅構造啊，比如講後背，唔可種菜嘛可以，是講你嘅配置方式，比如講後背如搭架嘅，種玉米，種土嘅，中間係個果東西，中間如搞個太比較多年生用果粒菜嘅度，前面讓種個夾菜樹嘅。如有啲層次，你其實伊個土地利用率嘛會高。對，如果我哋把全部東西都變咗聽我哋咧發芽嘅地步，我哋菜園嘅地步啦，應該講菜園嘅地步。但是菜園咧係要個大嘅，一方面話嗰個看因為要個大嘛，我哋要個大嘅落差。一方面聽講，你真係會比種一啲單樣嘅植物來個好呢？以病蟲害來防治來講，我搞過先。這麼好咯？因為我想講，嗰個生物啊，佢喺大路嘅嘛來，佢喺大嘅地方錯嘅嘛來，
好，如果多样的嘛，有多样，跟昆虫过多样时，如有互相天敌的问题，对，会互相克。哦，原来按你一种种菜的方法，可是变成讲种菜嘛可以顾到生态意思。其实养安尼嘛，迄慢慢的吼，有因为风养虫的关系，愈大象安尼也管养，按使用愈因为安尼头摆安尼这边有富裕萤火虫嘛吼，结果安尼因为这只有风养虫，安尼去经保育啊，经保育，结果越来越少，佮也着风养虫变咧摕吹安尼变咧个多诶，按用安尼，后来愈发现讲。其实风养虫某一天要一个完全保育的地方，好，伊可能会需要有适度的耕作干扰，好，嗰种安尼其他路提，安尼本来保育地方可是种出来，好，提供伊的环境，比较多种的，高低的植物，都变成一个好的栖地。可是保育嘅观念唔单止係講把伊個市體變得過單一化，吼，其實對伊來講，其實佢嘛唔係過天然嘅伊啲蟲數，因為真正嘅風養蟲，佢生態地方，冇唔可能講有一個地方完完全全冇乜嘅其他東西，因為生態自然路嘅乜嘅東西有生嘅體嘅，咁今日風養蟲嘅一種發通，今日發展當中嘅。而家咪係啊，咪係主要咪係西亞嘅多，陸亞嘅最多嘛，如果中央。安不亞來攀，安不亞攀，看風養蟲，同風養蟲中間是翻。當初都想到我去服用人嘅風養蟲。也咪係移民人嘅準蟲啦，人哋人類目前做嘢時間本上人哋都有嘢準蟲，人哋如果有啲移民對嘢如果有個專門嘛，反正都提都有一塊地嘅，人哋開始講反正嘛個都環毛啊、空工啊來服用看啊。我哋如果是用嘅，伊看風養蟲嘅，以人類喺地方上緊用嘅，過度去製造人哋環境啊，人哋講棲地富裕都係，哦，個誒，佢環境好嘅，人哋讓伊諾本內嘅，記得差唔多8個章，用嘅去，我認為吼，也係一個怎麼講，一個驚喜啦，如感染啦，如果移民來講。嗰度風養蟲咧，個唔偏遠嘅，那個很簡單啦。真係伊可能學到幾百隻嘅，幾密密麻麻幾百隻嘅。幾擺以後，我哋嘛冇變過風養蟲，伊明年係幾如何自然空嘅。表示我哋環境有養錯好。都等於講，後來人嘅生態最早去設計，吼嘛，都已經一天嘅規模啊，吼。而家哋生產嘅部分咧，所以我哋今日現場看到都係人生產出來一啲東西係咪？錯。比如講，你今日食啲茶係乜個茶？基本食啲茶好，如小郵局啊，如啲花蓮嗰邊來一個台灣原生的小郵局，個有一些香草植物，如會你去下種，反正你如果多樣栽培啦，裡邊有乜個沙梨橄欖啊，嗰個樹葡萄啊，嗰啲果樹啊，嗰有些菜啊咧。如安尼，如多樣的多層次的栽培，然後變成把到生產的東西都做成一些產品來賣。產品應該話目前可以賣啦，有才可是生意嚟做嘅。如做活動如果奇妙，因為我提供其實呢，有人呢最底部有一啲如果人生態嘅起啊，有一啲樹屋，當初我想要做樹屋喎，因為個樹屋。其實喺嗰度生意，佢想往伊爬上伊地方。當初我想睇啲生態基地，我做一啲樹屋嘅那種。其實樹屋本身如果有想象啦，吼，我哋生意嘅時嘛，可以想樹屋。我哋做樹屋純粹係一啲養分啦。如果是八風災吼，都有啲沙氣，裡邊啲沙氣，伊都去表講嘅唔可以啦。可能太細嗰種同人哋人倫做嘅乜嘅平台啊，太細差唔多。伊如講愛愈哪行，插落去標嘅拄好，佢愈人哋體重樹，愈因為嘅關係，愈適合在做一啲細間嘅安尼，高於間、大間嘅，愈變咧有一啲樹屋安尼，樹愈可以低價個個視角可以看生態、看池嘅、看樹嘅方嘅東西。可是變成你的做起啊，人哋去有養嘅時間，就是你的一路想講，伊看下樹，唔但是
嘛唔講即個北上去啦，至少對廣東人來講，也係萬世時節嘅夢想哦。其實佢有人睇啲看到係，你有一啲地方就講一粒鐘嘅信仰。也其實行十個人年以後，即個嗰個上也十個人年咧，一啲改變啦，吼努力啦，有後悔。其實我哋係一樣以前冇想過有問題。如果睇生年是有個風采，今年嗰陣三未太風采，那個數嘅吼，差唔多1/3放棄，有個嘛本個數嘅砍一砍安尼，其實我哋3尾都睇上哦，都帶話去做無安尼，可能話因為做嘅過程應該辛苦嘛，嘛無乜個好嘅原因嘛，如想講加無喺無做嘅好嘅，嘛在想啊，嗰時個有安尼想哦，個如可是哎後來嘛在想，加無問他人意見，如伊哋問啊，我感到我遺憾無，做到研究嘅，我遺憾無，我有感恩無安尼，阮會量嘅以後就講唔感恩，好吧，咁唔感恩都繼續行，再行啊，係啊，都在阮用嘅行嘛唔掂，都繼續行。咁對未來呢？你未來有乜想法？未來而家至少嘅環境教育、生態教育嘅部分個穩定嘅啦，基本上穩定嘅。而家如果樹木嘅部分，我哋慢慢開始做經營，因為生態好嘛，我哋做一些生產加發通下去，當然最後如果講慢慢嘅從而家都市人個缺入嘅心靈嘅部分啦。人同自然其實脫隔如果都心靈的問題出現，我哋心靈的部分希望慢慢的可以除了生產生活生態嗰外一個生命嘅部分，可以用個一批繼續行。嗰就等於慢慢的如一步一步完成了當初人想的一個設計同夢想吧，差唔多原來走完的路線嚟行。如果當人講可以為到自己夢想來工作係一個幸福嘅事情，佢嗰種能行10年嘅話，也唔單止係一個幸福嘅事情，嘛可以一個努力嘅事情哦。你繼續感謝來總聽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安度有緣嘅事情。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有閒來聯絡有緣行啊。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你現場來運動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永軒，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今日先上要教大家彈力帶健身操。好，有看到我手上有一個彈力帶嘛？能準備一個彈力帶，那彈力帶個特別係有鋪嘅臀盤呢，卡盤如果感覺磅數加個重，就像我們的啞鈴用誒，好，我磅數加個重。加卡鋪，好卡鋪嘅話，加個強，咁如果看嘅身體嘅狀況，好，那老人家按呢拿磅數較大嘅，按來練習都可以哦。準備好了嗎？請放起來，臀心上，好來同下做暖身操，好，來按呢兩隻腳打開來，好頭腦對左面看。看下面，門邊，然後兩拳呢，一拳，帶動呢，胸口，門邊，有看到我後背有一個燈呢，我請
观众朋友嚟可以坐喺人嘅沙發，嘛可以準備咧等呢。記得咯，等呢冇有輪呢喲，個平穩那一些。好，加緊間嚟坐空來，坐下來。同嘅彈力帶打開來，用喺腳下面，นั่ง輪，按嘅手，記得腿綁下，綁個，腿綁好哦，莫表去哦，表演有個危險哦，個腿拿好，好嚟，佢嗌腳帶挺空來，變下來。同嘅腳帶挺空來，挺空來，同先生同行走，腳帶挺空來，而家同嘅彈力帶，用嘅泰羅比亞片，好，做一個交叉，好，同樣哦，腿綁好來哦，好，來訓練個內側肌，打開，合空來，打開，合空來，要感覺個人。好，拄唔掉嘅話，唔可以休息，唔怕，也可以訓練內側肌，好，泰羅比的一個力量。迷你做唔是哈，好會瘦大腿哦。好，更加變一隻腳，好將你嘅腳軟下去，軟好，唔必變下來哦，哈，軟好，好像拔蘿蔔樣嘅，安尼動作叫很多拔蘿蔔，訓練你嘅手背的肌耐力哦，好，變下來，放鬆來，好像拔蘿蔔樣嘅哦，啊來做二十下。3、4、5、6、7、8、9、10。好，來，更加來彎片，來做10下，軟好來哦。好，來拔蘿蔔，彎片拔蘿蔔。用下來，放下來，放鬆去，放下去，再放鬆去。3、4、5、6、7、8、9、10。好，更加兩隻腳軟下來，好，來拔蘿蔔，慢慢地走。好，更加做腳軟下來，記得咯，要數一定要拿好。好，來屈膝，從軟嘅耳朵板樣誒，軟出去，再數過來，好，伸側，再數過來，從軟耳朵板嘛，
1、2、3、4、5、6、7、8、9、10。好，放下來。來看一下哦，我的手可以再撈一圈，好，以防萬一冇休息冇綁好，好，會危險。好，來碗片，咱我都辦用誒，好，伸出，再數過來，1、3、4、5、6、7、8、9、10。好，記得咯，我的背要挺出來，唔可以撲背哦。好，更加試看的心兩隻腳，好，訓練你的腹肌。兩隻腳壓紅來，好，停喺你的肚臍前面，做一個停留。1、2、3、4、5、6、7、8、9、10。好，放下來，再慢慢的綁，來拉緊一下。可以的話吼，如安尼綁好了，可以的話盡量提高。唔會腳都可以放下了，可以的話再慢慢的往上。好，慢慢的放下來，再碗片。好，老人家做唔到的可以低壓片。好，你適應之後，再慢慢的借用個彈力帶，好呢，慢慢的喺前面嚟綁鬆來。放下來，來呼吸一下哦。前面動作訓練大腿內側肌，交叉，佢合胸來，大口來，合胸來，3、4、5、6、7、8、9、10。好，記得呢吼。好，聽嘢動作，拔蘿蔔。好，然後哦，記得你數哦，撈一圈，踢出去數紅來。碗片，好，兩隻腳躝。來試試看，你肚臍風，做一個腹肌的訓練。1、2、3、4、5、6、7、8、9、10。好，
慢慢的放下來。今日動作好唔好嘛？好好運動，還能下次能來了哦。